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搁一个星期日主的日子来到，今仔咱伫这个所在三甲来敬拜主。感谢主，过去的日子当中，咱看到这个疫情伫本国愈来愈少了，这是值得欢喜的。但是咱也看到有别个国家、别个地区因为疫情愈来愈厉害，咱继续为因祈祷，为着本国来感恩，特别是伫遐疫情咧医治病人的遐医生、遐看护伫这前方的咧拍战的遐人来祈祷，互因有气力，互因有智慧，通来医治遐需要的人、病痛当中的人。当然，咱看到本国虽然一直减少来去，但是咱也需要为着经济来祈祷。有诶真侪生理结关咯，无生理做咯，有诶死饭咯。有诶呢，有生理，但是血色袂咧入来，无法通进口，或者是真慢，无法通应付市场的需要，所以咱也是为着本国会在祈祷。隔无偌久，过2个月，本国咧竞选咯，选总统，甲有办咩的。咱也为着这项代志祈祷，所以伫各款的情形下面咱活苦主，世界千变万化，咱想袂到。但是咱伫主的内面有主的同在，咱需要的是做上帝的供应，毋但伫物质上供应，也互咱伫心灵顶面会需要的供应，互咱有信心，有咱内面有一个安定的心灵，有一个平安的心，因为圣灵住伫咱的内面，无管环境怎样，神总袂离开咱。咱感谢主，求上帝借着今仔日的信息来帮助咱，伫苦难当中加添咱的力量，将神的话放伫咱的心中，真做向前进的一股力量。咱三合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多谢你，多谢你甲阮同在，特别伫各种的困难、忧愁、孤立当中，特别是伫这疫情起起落落的时阵，求主你互阮想到，阮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受到淡薄打击，阮就软弱，阮就信心低落，甚至离开主、埋怨主，求上帝怜悯。主恳求你的灵来点伫阮的内面来做安慰的工作，因为这个是有的人丧失了因的家人，丧失了因所亲爱的人，离开因心中的困难、忧虑、伤心，求主你亲自安慰，求上帝甲因同在，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通来帮助阮，将你的话放伫心内，成做阮生命的力量，成做阮灵魂的需要的力量，成做阮的粮食，属灵的粮食，来带领来经过这难关。阮感谢你，阮知影万事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得到益处。求上帝继续带领全面的路程，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啊，我的老母有时要去城内买物件，还是探亲人的时阵啊，有时去着1、2日啊。伫离开以前哦，伊上交代我，说你着乖乖住厝内啊，做功课啊，帮助做厝内的家务啊。但我倒来吼，我带好物件要互你，食的物件还是别物件、佚佗物，互你来鼓励我。所以我听伊的话，踮厝内做应该做的代志，每一日啊，拢来听候来盼望伊早日倒来啊，因为伊有礼物要送互我，所以老母也未来的时阵哦，心内有一个盼望，美好的盼望，盼望妈妈倒来。真侪时阵有人要结婚啊，无论新娘还是新郎啊，因拢盼望迄个结婚的日子啊。为虾米呢？因为结婚的日子啊要到咯，因两个就要结合做夫妻咯。所以咧，听候迄个日子来的时阵啊，因心内充满着期待，充满着喜乐，充满着盼望啊！盼望迄个日子会来到。所以咧听候的时阵，咧等的时阵，心内是甜的。最近5月啊，本国啊要竞选总统咯，竞选总统，逐个人盼望即个新的总统会比旧的总统搁较好，真牛，真有本事。伊若做总统即个国家就会变好来了，变较和谐咯，变较平安咯，国家富强咯。这是百姓人的盼望。咱做一个人啊，人拢盼望明仔日会较好，明仔日比今仔日会较好，下年会比今年搁较好。所以盼望人盼望苦尽甘来，意思就是苦了咯，甜的就来咯。所以今仔日的题目啊，讲的题目就是甘甜的盼望就是 the sweet hope。你咧盼望时阵，心内甜蜜蜜的今仔日啊，咱要接到一个先知的预言，先知的勉励啊，就是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书是撒迦利亚先知所写的。这个撒迦利亚书啊，甲这哈该书、甲马列基书这3本册啊，这3个先知所写的3本册啊，被称呼为这个毗列以后以色列毗列去外国以后的先知，因为因是伫以色列亡国了后，百姓互人掠去外国巴比伦后来经过70年了后，倒来了后，这先知才咧讲预言因百姓拄着问题因的属灵的生命退步才鼓励。当时咧，伊讲到世界的一个预言所以咱知影，是以色列的历史伫大卫王甲所罗门王的时代国家真兴盛四周真平静，国家真有钱，真强。但是到后来所罗门以后国家就分离，因为袂合所以分做北的国家叫南边的国家。北边的国家叫做以色列国，南边的国家叫做犹大国。但是两方面伫历史上皆无讨神欢喜，因犯罪拜偶像，无尊敬上帝的假使违背律法，违反律法，
违反上帝的旨意。结果呢，北国以色列全灭亡咯。伫主前公元前722年BC，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消灭。那么这个犹大国呢，是主前586年，互巴比伦帝国消灭，并且将因的百姓掠去巴比伦。经过70年后流离失所的生活国破人亡的生活后来被这个灭亡，犹太国灭亡以后70年伊圣殿被破坏国家被毁城墙被毁。70年后，上帝佫兴起别个帝国波斯帝国，将巴比伦给毁灭。后来波斯的国王叫做古列伫主前538年就命令允准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回国，回到因的国土，回到圣城耶路撒冷去。那伫这个时阵呢，撒迦利亚被上帝呼召做先知那么这个撒迦利亚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纪念的，纪念啥呢？纪念伊的百姓纪念这个以色列国度的复兴，耶和华所纪念的。伊的出身是这个祭司的后代，可能伊是出世伫这个巴比伦后来呢，因回国的时阵有一个领袖叫做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伊回国的时阵，这个先知就甲伊三甲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伊所讲的预言呢，就是伫主前520年，伊交甲这个哈该先知是同时的所讲的预言因的背景也是差不多撒迦利亚甲的是哈该先知讲预言的迄个环境是相像的。那伊讲这个写这个的背景咱昨仔小可讲着，就是伫主前536年所罗巴伯带以色列百姓挖去归国挖去以色列去建立重建这个圣殿。因这倒去了后伊就开始批判要重建这个圣殿的工作了。真紧因就将这个军旗立好了，开始拍军旗起圣殿。但是呢，迄个时有拄着以色列的仇敌来破坏乱阻，真侪方面的破坏甲乱阻，以至到因建造圣殿老百姓就灰心冷淡，就停顿了16年的时间，停顿建设这个圣殿16年伫这个期间，停顿的期间在挖倒去的在百姓人无注意在建圣殿的代志了，过家己的厝内起家己的厝了，因想要过一个舒爽的生活将建殿的工作放落来，所以圣殿的工作变做一个真荒凉于是逐项皆无，只若有建立这个军旗尔点，其他的拢无创啥。所以
上帝就兴起做先知啊，哈该甲撒加利亚来鼓励百姓就重建圣殿啊。因后来因为停止建立圣殿哦，伊伫啊因的四周围的敌人哦来围攻因，形成啊到因的生活啊，你要种物件无发物件，吼，毋是种豆种豆啊，种豆就是出豆啊，收豆，毋是安尼啊，无啥收成啊，土地无发经济，无发经济啊，所以哦，国家变做真困难，百姓真困难，所以哦，上帝就叫这两个先知啊，来鼓励因重建圣殿。因若是听取服从神的命令，顺服啊，逐个人同心合作，上帝福气甲恩典就会临到因啊。所以哦，写这个先知书的目的吼，就是要鼓励百姓继续建造这个圣殿来完成，吼，因为这个圣殿啊是为神来建的，毋是为人来建的。这个圣殿呢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吼，是因活动的中国活动的中心点。毋但这个是圣殿，这个圣殿也是永远真长久的长存，然后可能延到啊到离弥赛亚国度迄个是也阁存在哈，阁较好。好，第二个，这本册哦，有言的弥赛亚的救恩，甲国度要将救恩带来，甲将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带来。有言到第一次的弥赛亚的降临啊，就是将这个救恩带到这个世界来，带土因。当第二次降临的时阵，是要将这个国度弥赛亚国度带来。所以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啊，虽然啊无看到主耶稣来。第一次来到世界建立教会的代志，伊若毋知影弥赛亚伊若无看到弥赛亚来建立国度的代志，但是因真盼望呢因的弥赛亚真紧就要来咯，所以因伫咧听候。伊来的时阵哦，将救恩带到这个世界，将这个弥赛亚国度带来，要复兴以色列国因的盼望是安尼。但是咱现在伫教会时代，咱看真清楚，因为咱知影耶稣第一次降临来，弥赛亚降临来。是建立教会，但是旧约无启示这个教会的代志。耶稣第一次来的时阵已经来了咯，而且佫升天咯。伊伫12架顶所做的这个救恩已经成功了。但是当时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阵，在以色列人反对抵抗这个弥赛亚耶稣因无接受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要来的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建立了这个教会的时阵，将救恩来降临在外邦人的世界。但是伊拒绝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就是弥赛亚，看轻伊看紧耶稣是弥赛亚，毋是弥赛亚。耶稣来的时阵敢若是咧变做一个穷苦人要出世的时阵，伫这个家落的迄个环境伫牛条内面来出世，应该是这个国王风风光光的真有威武的情形浩浩荡荡的来到这个世界来建立这个
以色列复兴以色列国啊，将外国人赶出去啊，将在建立这个真复兴的以色列，因为盼望是安尼啊。但是伫神的旨意内面吼，却毋是安尼。所以耶稣无批做以色列人第一次来的时阵，无批以色列人吼来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就将这个伊的国度吼渐渐放咧，听候到将来第二次降临的时阵这个世界有着大灾难以后，然后这个弥赛亚国度才开始，才应验到上帝伫旧约内面应允以色列要建立弥赛亚国度，是这个荣耀，是这个有公义、有信实的平安的这个这个国度。但是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无相信，所以将这个国度延到将来才会实现。那么咱今仔日就是讲到这个弥赛，讲到这个先知吼，来讲到这段的信息，就是伫这个撒迦利亚第8章，咱第1节到第13节第1节安尼讲，伊所要讲的就是神的保证，神保证什么应允的什么伫遮圣经讲第1节8章第1节讲，万军之耶和华讲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也形容是上帝满有权柄、够能力的上帝上帝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我是指向呢？指这个先知撒迦利亚，讲上帝讲，伊讲万军之耶和华安尼讲，我为着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的别名，我为着这个锡安心内极其喜烈，我为伊喜烈，向伊的仇敌来发生气。上帝收起以色列的仇敌第3节，耶和华安尼讲：我现在要挖到锡安要点伫耶路撒冷当中，耶路撒冷的确要称呼做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的确要称为圣山。第4节，万军之耶和华你讲，将来的确有老年人、老岁的男女要坐伫耶路撒冷的街路顶因为年纪老了就手来摕着拐摕着铜拐。第5节，城中的街顶满了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伫咧佚佗。第6节，万军之耶和华讲，到迄个日子这项代志，这代志，伫怀以色列人存落的怀因以色列的百姓的目睭中看做稀奇稀奇真奇怪敢若只怀老人过伫街路的坐咧讲话伫咧三角讲话怀囡仔伫街路顶伫咧佚佗较咱真安详、真平静、真快乐的一个环境无战争逐个人自由出入家庭的老的、少年的，计伫遐出来。伊讲，我百姓人认为即款的情形是真稀奇但是我耶和华减会将这代志看作稀奇嘛？
反问一句：恁讲过奇怪，哪有即款的转和平的情形？感觉真稀奇，但是我咸会讲真稀奇吗？啊，这是万军耶和华讲的。这是第6节。那么第7节呢？第7节呢，伊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安尼讲：我要对东方、对西方救回我的民，将我的民救倒来。第8节，我要带因来，互因踮伫耶路撒冷当中，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因的神，拢凭着诚实甲公义。这保证啊，特别是伫第8节已经应验了啊！这百姓已经倒来了啊！伫1948年5月14日，已经应验这百姓伫四面八方伫各国要倒来，建立这个国家了。有法通看去老人、少年人伫因的街路顶啊，伫咧佚佗咯。但是这个预言也未完全的应验，是部分的应验。伫这几节圣经当中，有7个保证，上帝有7个保证。头一个保证是啥物呢？上帝保证的确要互这个锡安啊，就是耶路撒冷啊，极其喜烈。上帝心内对这个耶路撒冷有喜烈的心。圣经安尼讲。万军之耶和华安尼讲：我为着锡安心内极其喜烈。这也是神伫顶几节的圣经这就先伫宣布了，宣布上帝对耶路撒冷真喜烈，对百姓真喜烈。上帝盼望因倒来，上帝盼望这个国家复兴，耶路撒冷复兴，一个真平静的安详的情形。那么这个喜烈的意思就是讲到上帝的热心也是讲到神是一个热气，是温度。至基城的神，上帝的本性，圣经讲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热气，是基城的神。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的代志热心无论建圣殿，无论是复兴因的国度，无论是互百姓真快活。真幸福，上帝百姓蒙福，这是上帝真热心要做的代志所以有盼望。上帝的热心关心因的代志就是这个国家有盼望了。第2个应允是什么？第2个保证就是神的确要向以色列的仇敌要发生气。圣经安尼讲，我的确要为伊来喜烈，向伊的仇敌来发生气。烈怒就是真生气。神的喜烈甲这个上帝的震怒刑罚是并列的。当上帝生气的时阵，上帝的刑罚就临到。在外邦人在以色列的仇敌怎样来攻击因来破坏因上帝要向因发生气，就是上帝的刑罚要临到在以色列的仇敌了。这是第2要以色列用一方面要对付在以色列的敌人。第3个保证，
神保证以色列要重回耶路撒冷啊！哈，上帝因为全百姓啊，过去哦是无听神的喙啊，敬拜偶像，无按照神的律法来行，离开了上帝的旨意吼，所以因才分散去真侪国家。但是上帝保证以色列人啊，要个重回耶路撒冷咯。第三个应允啊，第三个保证啊，神向以色列保证要重回这个锡安啊，就是耶路撒冷啊，并且哦要拖出来百姓踮伫城内啊，并且伫这个城内因要建造圣殿啊，在有言啊啊，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啊，当这个圣殿起了咯。这个圣殿哦，这个耶路撒冷啊，被称呼诚实的城，诚实之城啊！而且这个圣殿哦，建造伫个山顶哦，这个山要称呼做圣山哦，有圣殿啊，圣殿徛伫这个山顶，所以这座山叫做圣山。因为上帝竞选这个山要起圣殿的地点啦，所以。伫这方面啊，是保证啊，保证啊，要重新记起吼，上帝曾经吼应允要建造圣殿，互百姓重回，去再挖倒来耶路撒冷。这个是哦，搁再一摆会重复的讲出来，来保证上帝所应允的，要叫百姓挖倒来。耶路撒冷要踮伫内面，佮要重建圣殿，这是第三个保证。第四个保证哦，就是神保证耶路撒冷城的确有平安喜乐，这个代志平安喜乐。因为耶路撒冷有神徛伫内面，有神的同在。有神同在啊，无论是城还是这个家庭，还是这个人啊，的确就国泰民安啊，丰盛发达啊。什么叫做国泰民安呢？就是国家真太平啊，真和谐啊，百姓真安全啊，无受人攻击啊。那么丰盛佮发达，国家真强盛。因为有神的同在，甚至啊，一家老年人吼，叫一个年轻的人，伫街路诶行来行去，咧坐聊天讲话，或囡仔唱歌，可能也是伫遐咧佚佗，真悠闲啊，有伫咧笑，有咧唱歌咧讲话，所以迄个环境是诚做真安详、真喜乐啊，一北的都会啊，无战事啊。无抢劫啊，无在歹的代志啊，所以上帝就预告头先讲过啊，讲过什么呢？将来圣城，将来情形是真水、真和谐、真平静的一个所在，有平安、有安详、有喜乐的环境啊。因为这个街圣经讲是街顶啊，街上有老人家啊，男女啊，有小孩子。这个街上的意思的原文就是广场啊，广场咱就现在叫做 plaza。咱若看到这个 plaza 有树木咯，有真侪人安详的行来行去，坐啊，有伫遐连线花果咯，可能伫遐食物件咯，所以这个安详的环境啊，这是第四个保证啊。第五个保证呢，就是上帝，伊是无所不能的，人看为无办法做到的，上帝有法人做到。所以圣经上帝继续向以色列人保证什么啊？是到迄一日，到迄一日是什么日子啊？就是弥赛亚国度将来的国度啊！来临的时阵，弥赛亚国度是一个真安详、真平安、真快乐的日子啊！所以以上的
下摆吼，迄一日来的时阵吼，咱们所讲的吼，拢会成就，拢会应验咯。就是互迄老人囡仔伫遐快快乐拢会生活着。伊讲即项代志啊，就是指国泰民安，就是百姓人真爽伫遐徛起的时阵啊，跩规国倒来的跩百姓吼，跩倒来跩百姓吼，感觉真稀奇啊！敢哪会安尼啊？吼，是减会安尼，咱定定咧拍战，将来减会真平静，百姓人就有法通自由自在生活着，真快快乐乐，或者国泰民安，减会即款的情形，所以因感觉真稀奇啊！但是圣经讲，伫我上帝减会感觉真稀奇嘛？意思是说，我上帝是全能的神，我要互伊成就，就要互伊成就。哪有一项代志伫上帝是困难的嘛？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无一项代志伫上帝是艰难的代志。对上帝来讲，逐项伊拢会做到。这是第5个保证。第6个保证呢，就是说上帝的确要做跩以色列百姓的神，上帝要甲因同在。神永远要甲以色列人百姓同在，要做因的神啊！这个伫旧约实在是啥物呢？福中之福啊！咱福气咯可能是讲到有食有人请有人徛，真平常福气。但是有神的同在啊，叫做福气中加福啊！你的家庭若是有钱真好个无神甲恁同在恁就冤家娘姐，恁就彼此兄弟姊妹冤家恁就无平静，因为可能恁当中有问题咯，恁离开神咯，恁的灵性出问题咯。但是有神同在。生活逐项无缺欠就是有缺欠，心中也是有喜乐。上帝按时供应互恁，有神的同在就是福中之福啊！这个有神的同在，也是上帝选择这个以色列人做伊的百姓最后的目的啊！上帝选调以色列做伊的百姓，就是要托这个百姓将来成做一个真兴旺的国。伫将来全世界人要成做这个国民，成做这个上帝的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国民。你若是信主耶稣咯，你就成做这个国度的国民是真幸福的，有神永远同在，这是福中之福啊！你若有钱无上帝，你的福气是暂时的；你若有钱，感谢主，但是各有相信上帝，上帝甲恁同在，你是福上加福，福中之福。所以，若是即款的情形下面这个以色列人是凭着什么因为信息甲公义，才有法通做神的子民。咱若要做这个国度的子民呢，咱也是着信靠耶稣做咱的救主，有诚实甲公义，咱就法通成做上帝的子民咯，伫这个国度内面，最后上帝的宽免神的宽免是啥物前面所讲的在神保证的预言这发出了后，随时伊佫叫上帝来鼓励啥物百姓，得赶紧来建造圣殿恁得赶紧建造圣殿这段话圣经当中，神用过去甲现在做一个对比敢若恁顶摆无服从上帝，上帝为什么恁会真困难恁栽物件袂发无收成生活困难是啥物原因呢？因为恁顶摆是敢来，现在恁若是顺服了上帝，对恁是啥物款的情形？那么以前因反对上帝，无听神的喙，以前的情形是啥物呢？以前
是百姓人真艰苦。因的原因是出伫倒落，因艰苦的原因出伫倒落呢？圣经伫第9节、第8章第9节安尼讲，伊说万军之耶和华安尼讲啊，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圣殿的时阵啊，当立军旗的日子啊，跩先知啊所讲的话，甲恁讲，现在恁听了跩话，应该手了手啊，着强壮啊！恁听了着服从啊！上帝免礼恁啊，这着先知免礼恁啊！所以你着服从啊！第10节讲啊，迄个日子以前啊，就是恁无听喙以前吼，伊说恁得着的，所以人得着工作的价钱真低啊，无法通饲活，恁的生活真艰苦。甚至恁会跩饲的跩精生羊牛咯，跩物件饲也是无值钱啊！而且因为敌人缘故出来施救出入伫恁的当中啊，所以恁无平安啊，得袂着平安啊？为什么呢？恁以前无听喙，恁的生活就艰苦咯，无钱咯。你做生意做啥物计了钱啊？这个精生气气的要买也毋值钱咯。伊个价值咯，无价值咯。恁的工钱也是无价值咯。所以伊是用这个来做比较。但是因讲到说，当立军旗的时阵这个先知两个先知哈该叫撒迦利亚当因伫咧起先在立军旗讲的跩话因听了咯，因明白了，所以因就开始继续工作了。到迄个时以前啊，因忽略将神的建殿的代志，干忽略放落咯，所托这个圣殿神的圣殿变做荒凉去啊！所以上帝无祝福恁，反倒降灾下互恁啊！伊伫讲恁跩百姓真辛苦，生活真困苦，四周围的敌人来围攻恁，来攻击恁，百姓就失去了平安恁的百姓就到底流离失所咯。现今上帝第7个保证，这现今的保证是啥物呢？保证要蒙福互恁，要互恁得到福气。上帝讲说，但如今我对待这个百姓的确甲无亲像以前咯。我顶摆对待恁是因为恁无听喙，但是如今恁听喙了，我要对待是另外一款的对待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讲的，讲啥物呢？因为因悔改了后听上帝的喙咯，即因的确有平安的夜景。恁的葡萄树的确会结果子，恁的土地要出产恁的天要降这个甘露，还是甘霖，意思就是降合时的雨水，有露水，其实有水分我要互这个百姓享受这一切的福气，这是上帝应允啊！犹大家甲以色列家，恁以前伫列国当中怎样成为咒诅的？同样呢，照样呢，我要拯救恁，因为恁悔改了，我要拯救恁，互人称呼恁为有福气的百姓咯。恁毋免惊，恁做恁的手就强壮起来，有力人做事来起圣殿，恢复这个圣殿，重建圣殿。所以，因为以色列百姓恢复了建圣殿了，所以神就有保证互因，保证什么呢？恁的种作会发果子咯，葡萄树会发果子咯，恁的平安的夜景，土地要有出产咯，天地有降雨水咯，恁要享受福气咯。
所以上帝就将这个平安甲福气赏赐予因。所以上帝永远诚做一项蒙福的美景所以百姓因会做咧啦，因有通食有通用咯，心情快乐咯，因的手也强壮咯，所以因就放胆勇敢的继续来兴建上帝的圣殿，一直到将这个圣殿做成功。感谢主！伫这几节的圣经内面，互咱做上帝行的有一个假使属灵的教训甲宽免。第一的宽免是啥物？神的百姓以色列因为犯罪离开了上帝的时节上帝的管教就临到这百姓。啥物叫做管教呢？就是做毋对来罚你，来假使你，叫做管教。当因认罪悔改的时节，上帝的慈爱搁再向因彰显出来了。当因离开上帝的时节，因的生活就无好。当伊悔改认罪归向神的时节，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慈爱搁再临到因了。咱也是同款圣经讲说，神的受气是一年之久但是上帝的慈爱却是永久的，袂变的。圣经讲，听我受我的诫命的，我要向因发慈爱，直到寸代。哇，直到寸代，要发慈爱互因，因为主所听的，伊的确要管教。上帝所听的在家里上帝因若做囡仔做毋对，伊就会管教。在父母若无听，伊会甲做歹伊毋插伊咯。伊有管教，就是证明关心因，爱因变好，爱因得到福气，对因有益处。所以上帝才要管教伊。所以圣经佫讲生咱的这父母暂时按照家己的意思来管教咱，管教伊的行离。独万灵之父管教咱，做伊的行离的，是为着要叫咱得益处，得益处叫咱有好，对咱有利益。上帝才要管教咧。伫咱互咱伫上帝的圣洁顶面有份，互咱顶面是暗淡的犯罪的黑暗的，咱悔改了归向神，咱就甲上帝的圣洁有份咯。为着要叫咱得益处，上帝管教咱，所以兄弟姊妹，所以咱现在伫困苦当中有人拄着这项迄项问题，上帝互咱机会要思考，要来互咱机会来反省。咱拄着这代志，拄着这困难，是毋是神的管教呢？是毋是咱做毋对呢？是毋是咱离开上帝呢？咱着反省，是上帝，咱家想想咱都无做啥物歹代甲咱会拄着这无好的代志呢？咱就是欠知这个是上帝特别的旨意，特别的美意，神的美意原是如此，为着要叫咱得到好处、益处，要造就咱，所以咱着反省，所以咱相信上帝有永远恒久的慈爱，咱相信冬天最第寒的时节，最寒冷的时节，春天就要到了，百花就要开了，绿草就要出来了。当黑暗最第深的时节，最第黑暗的时节，咱知影日头要出来真近了。当以色列人百姓极其痛苦的时刻的时节，神的声音来叫醒因，叫因着反省，叫因着悔改了。
叫因着悔改。当人啊活到上帝的旨意当中，当人活到上帝的怀抱当中啊，神就向因保证，神要甲因同在，神要供应因一切的需要，神无放杀因，无离开伊，无管因，上帝要照顾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盼望伫咱伫极困难的时阵，伫寒冬的时阵，咱知影这个春天就要到；伫极黑暗的时阵啊，咱也知影日头要出来真近咯。咱借着这上帝这个先知叫做哈巴谷的信心，哈巴谷有真侪问题啊，伫伊心内无痛快啊。伊问上帝神啊，阮以色列百姓无听喙歹着，你要管教阮。但是你为什么叫一个比阮更较歹的外国人啊来管教阮啊？叫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啊，比阮更较歹，叫一个比阮更较歹的人来管教阮，我毋服啊！为什么安尼啊？上帝甲因解释为什么？落尾伊信上帝的旨意，落尾伫伊心内服落来，平静落来。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伊伫第3章哈巴谷书第3章17、18节，伊安尼讲啊，伊讲虽然无花果树未发旺，葡萄树未结果子，橄榄树未效粒，田地内面啊未出粮食，园中无绝了羊，拢绝了羊。牛边内、牛条内也无有牛咯。这个是真歹的代志啊！无花果未结果子，无发旺；葡萄树也是无结果子，橄榄树也未发果子，田地内面也未生食物出来，无粮食出来。要饲羊无羊，要饲牛无牛，我都空啊！所以有的人伫世界来伫世界按照家己的意思来生活，伫犯罪当中咧打拼，到最后是竹拿一场空，用竹拿来抢水啊，一场空，意思啥物拢无得到。你捌用竹所创的拿来抢水袂？抢出来有水啊，无水啊？无，为什么流失去了？真侪时阵咱的福气拢流失去，咱赚的钱我流失去了。为什么呢？伫什么出问题啊？什么所在呢？但是只要对神活到神的内面，对神有信心，活到神的怀抱人了当中，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圣经伊安尼讲，这个先知哈巴谷伊说：然而，但是虽然跩无去了，逐项无去了，但是我要因着耶和华上帝来欢喜，因着救我的上帝来喜乐。哇！伊的信心是真正大。咱现在生理无去了，还是生理歹去了，拄着问题咯。这项问题、迄个问题，咱伫困难当中，咱继续仰望主，咱继续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亲像哈巴谷这款的信心。虽然逐项计无去，但是伊讲，我要因着耶和华来欢心，就是欢喜，来为着救我的上帝来喜乐。哎呀，这是真大的信心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上帝是毋是有一款的甘甜的盼望来sweet hope？有啊无呢？咱家己反省一下，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借着先知
这个伊所讲的语言甲教训，互阮心内受责备，也叫阮着警醒反省阮的生命甲行为。伫什么所在无讨主的欢喜，也是离开主呢？上帝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亲像这哈巴谷的信心。虽然无花果树袂发旺，葡萄树袂结果子，橄榄树也袂效粒，田地袂出粮食，园中无羊，边内也无牛，但是现在要因着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因着救我的上帝喜乐。但愿这款的信心，加添伫所有兄弟姊妹的心中，来继续向前行，来荣耀主的圣名。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